朋友們，我先問大家一個事，你哋最近呢半個月有冇遇到過呢種情況？夜晚瞓覺，冷氣開住，但就係瞓得唔安樂，點來點去，凌晨2、3點無端端就醒咗。醒咗之後個心一陣發慌，又講唔上，怕啲乜？第二日起身頭昏腦脹，成日都冇精神。再望下屋企客廳嗰盆養咗好幾年嘅綠蘿，樹葉無端端開始發黃打攣，點淋水都救唔返。你老公或老婆呢，最近脾氣都好古怪，平時幾溫和嘅一個人，呢排為咗一餐早飯一個電視節目就可以同你嘈到大紅臉。仲有更奇怪嘅，你有冇發現呢排屋企成日有啲唔應該使嘅錢無端端走咗出去？今日水龍頭滴水，聽日電飯煲唔着，後日出門買個菜都可以唔見咗啲碎銀，銀碼唔大，但就係點都積唔到錢，個心好翳。如果你屋企同時出現咗上面講嘅2、3種情況，咁我下面呢句說話你聽清楚，問題唔喺你身上，亦唔喺你老公或老婆身上，問題喺你屋企某個唔起眼嘅角落頭入面。今日呢條片我要頂住壓力同大家講3樣嘢，呢3樣嘢係農曆7月同九運離火雙重磁場交替之下，屋企絕對唔留得嘅破氣之物。尤其係第二樣，我先把醜話講在前頭，呢樣嘢10個家庭入面至少有8個都有，而且絕大多數人當佢係寶咁收埋藏埋，唔捨得掉。但我要話你知，你每多留佢1日，你子孫後代嘅運氣就俾佢壓多1日。正式開講之前，我想同朋友們講句說話，如果你覺得屋企嘅氣氛最近確實有啲唔對路，想幫全家嘅磁場加一層保護你，而家就可以順手點一下關注你。關注咗我哋之間就建立咗一條能量通道。以後每一個節氣轉換，每一次磁場洗牌，我都會第一時間提醒你應該做咩，唔應該做咩。你唔使四圍去揾去問。點讚嘅朋友我都多謝你，你點嘅每一個讚都係幫你嘅賬號積累一份正向能量。亦等系統將更多對你有用嘅內容推送俾你。好，唔講咁多，我哋直接入正題。喺講嗰3樣具體嘅嘢之前，我必須先用幾分鐘同大家講清楚一個背景。點解偏偏係今年8月呢啲嘢嘅危害會放大10倍？呢個背景，如果你唔了解，你可能覺得我喺度危言聳聽，但如果你聽得明，你就會明白今年8月做一次大清理，比過去10年任何一年都重要。第一，今年係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雙重火氣疊加，火旺則金融五，金係5行入面對應嘅就係我哋嘅財富。所以今年好多人會明顯感覺到揾錢嘅難度比往年大，使錢嘅速度比往年快。呢個唔係你嘅錯覺，係大環境嘅氣場喺度起作用。第二，而家係農曆7月。民間叫鬼月地門開，陰陽交替，陰氣下沉。呢個時候屋企如果堆得太多陳舊破損、沾染過其他人氣息嘅嘢，就容易借陰氣而生滯，將負能量越養越大。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我哋而家正處於九運離火嘅開局之年。2024年到2043年呢20年係九子離火運嘅主場。離火代表咩？代表虛空明淨。一個屋企如果堆滿咗無用之物、破舊之物、死氣之物，就同離火運嘅明淨能量完全對沖。講句直白嘅，以前留低呢啲嘢可能只係左眼，今年8月仲留喺度就係擋財、擋運、擋健康。咁點樣判斷你屋企嘅氣場到底有冇出問題？我俾大家3個自查嘅信號，你哋對照一下。第一個信號，屋企人最近成日鬧交，而且都係為咗雞毛蒜皮嘅小事，火氣大，脾氣爆，一句唔啱就開火。呢個唔係性格問題，係屋企嘅火性物質或者陰滯物質超標咗，搞亂咗成間屋嘅氣場平衡。第二個信號，莫名其妙嘅小額破財，水管滲漏、燈膽燒壞、電話跌爛芒，出門買菜都可以唔見銀包。呢啲小額但高頻嘅破財，係財富漏氣嘅典型表現。第三個信號，睡眠質素斷崖式下降，瞓唔着，多夢，凌晨1到3點容易醒。呢個時段喺中醫同玄學入面都對應肝經同陰氣最盛嘅時段。
屋企陰滯之氣太重，最先反映喺睡眠上面。呢3個信號你中咗幾條，可以喺心裏面記低。等陣間講完3樣嘢，我再同大家講最快點樣化解。好，我哋而家開始講第一樣極凶之物。你屋企嘅碗櫃入面、櫥櫃深處有冇呢啲碗碟？碗口崩咗一小塊瓷，你覺得仲用得掉咗好嘥碟底，有條細紋。你諗住反正都唔影響食餸。仲有嗰種老式嘅搪瓷缸，冇咗柄嘅茶壺蓋子對唔上嘅舊砂鍋。如果你個心開始喺度點頭，聽我一句勸，呢啲嘢8月之內一定要處理。我知道好多朋友喺度諗咩？我哋呢代人捱過苦日子嘅，見唔得糟蹋嘢，一個碗就崩咗個小口。點解就唔用得？我非常理解呢種心情。我識得一位60幾歲嘅大姐，佢屋企個搪瓷盤用咗差唔多20年底都穿埋，仲墊塊布繼續用。呢個真係唔係孤寒，呢個係一種對物質嘅敬畏，係從苦日子入面帶出嚟嘅節儉美德。但係朋友們，有啲嘢留低係物盡其用，有啲嘢留低係自己攞嚟煩。我哋要分得清點解餐具咁重要。我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例子。前2年我去一位朋友屋企做客，呢位朋友開咗間小餐館，生意一直唔鹹唔淡，僅僅夠維持。我去到佢廚房一睇，櫥櫃入面一排碗，5個入面有3個都崩咗口，灶頭上面仲有個砂鍋個蓋崩咗1/3，佢用一塊木板供住繼續用。我當時就同佢建議將所有崩咗角嘅碗碟全部換晒佢。佢一開始都唔捨得，話呢啲碗用咗好多年啦，有感情。我話你對碗有感情，但碗對你盤生意冇感情㗎。後來佢咬咬牙換咗一批新嘅，大概用咗唔夠200蚊。結果你估點？換咗之後大約1個月，佢同我講鋪頭生意突然好咗，人流明顯多咗，嗰個月嘅利潤比前3個月加埋仲多。你話呢個係巧合又好，心理作用又好。但環境變咗，人嘅狀態就會變，人嘅狀態變咗，運氣就會變。點解碗碟咁重要？因為碗係用嚟裝飯嘅，飯從邊度嚟？從你嘅收入嚟，從你嘅福報嚟。一個完整嘅碗象徵圓圓滿滿、穩穩陣陣，一個崩咗角嘅碗就象徵住飯碗有缺口。以前嘅老話講，飯碗唔可以隨便打爛，唔單止因為嘢貴重，更加因為打爛碗喺民間習俗入面係斷財路嘅象徵。同樣道理，崩角嘅碗代表飯碗唔穩，工作容易出叉子；有裂紋嘅碟代表財路有裂痕，錢財入咗嚟又漏走；蓋子對唔上嘅罐代表財富閂唔實，積唔到錢；冇咗柄嘅茶壺代表人脈斷裂，有事嘅時候冇人幫，咁點樣處理先至妥當？我俾大家3個建議。第一步，擇日處理。農曆7月處理破損物品，最好揀喺晴天嘅午時，即係上午11點到下晝1點。午時陽氣最旺，可以中和處理舊物時可能帶出嘅陰滯之氣。第二步，包裹丟棄。破損嘅碗碟唔好直接掉入垃圾桶，用紅紙或者黃色嘅布包好先至掉。紅色同黃色喺5行入面屬火，可以化煞。如果你冇紅紙黃布，用乾淨嘅舊報紙包實都得。包嘅時候喺心裏面默念一句感謝多年相伴，今日各歸其位。呢個唔係迷信，係俾自己一個斷捨離嘅心理儀式。第3步，及時補充掉咗舊嘅，最好喺3日之內添置1-2件新嘅碗碟。新碗入廚，象徵新飯碗到位，新嘅財運渠道打開。我送大家一句小口訣，好易記：破碗不成財，缺鍋難聚福。8月午時清，新氣迎財入好。第一樣講完啦，呢個係細炸彈，接落嚟我要講嘅第2樣嘢先至係真正嘅大炸彈。我同你講，10個家庭至少有8個中招，其中一大半嘅人根本意識唔到問題出喺度。喺講之前，我先問朋友們3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你有冇試過從親戚朋友嗰度接手過佢哋屋企細路仔着細咗嘅舊衫，俾你嘅孫仔孫女着？第二個問題，你屋企床下底櫃頂上面係咪塞住10幾年都冇屋過嘅舊被褥舊毛氈？第3個問題，屋企有冇過咗身嘅老人家留低嘅衫褲床上用品？
到而家都仲收喺某個角落頭冇處理。如果你對視，但一個問題答咗有接落嚟嘅內容，請你一定要聽完。我知道大家留低呢啲嘢嘅原因，呢件衫仲咁新淨，掉咗好折墮啊！呢個係細路仔嘅，阿嫲留低嘅，留個念想嗰張，被當年都用咗唔少錢買，唔捨得。萬一有一日用得着，咁點算呢啲理由？每一個我都理解，但我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句唔係咁好聽，但絕對係大實話嘅說話。你將人哋嘅舊氣留喺屋企嘅每一日，都係用緊你屋企人嘅健康同運氣嚟埋單。點解衣物同床上用品排喺極兇？第二位甚至比破損器具仲兇3個字。黐人新人着過嘅衫、用過嘅床品，長時間接觸皮膚會大量吸附呢個人當時嘅氣場信息，包括佢嘅情緒狀態、健康狀況、運氣高低。喺玄學入面呢個叫氣之餘流，講得通俗啲。衫就係一個人能量場嘅影印本，你接手一件人哋嘅舊衫，就等於將對方當時嘅能量場影印咗一份帶返屋企。如果對方嗰段時間正行好運，身體好健康，咁都還好。但如果對方嗰段時間正經歷病痛、情緒低落，甚至經濟拮據呢，你等於將佢當時嘅衰氣都一併收埋入屋。而且舊衫舊床品係滿蟲霉菌塵埃嘅大本營。你將呢啲嘢塞喺床下底、櫃入面深處，長年累月唔曬唔洗，佢哋就喺嗰度持續發酵，持續釋放古老嘅氣息。喺農曆7月陰氣下沉嘅時候，呢啲嘢就成為咗成間屋最大嘅負能量發射器。呢3種情況入面最嚴重，亦都最容易被忽視嘅係第3種，先人嘅舊衣物長期留喺屋企。尤其係因為重病過身嘅親人所着過嘅衫、用過嘅床單被褥。點解？因為重病期間嘅衣物吸附嘅係病氣、衰氣、弱氣，係最重嘅陰滯之氣。你將呢啲嘢留喺屋企嘅財位或者睡房，就等於喺屋企入面埋咗一顆衰運嘅計時炸彈。我講一個真實嘅例子，以前有一位50幾歲嘅女讀者，通過各種渠道揾到我，話佢個仔大學畢業之後連續考咗3年公務員，每次都差嗰1-2分，揾工都係面試成日被飛，好不容易入到一間公司做唔夠半年，成個部門解散咗。佢問我屋企係咪祖墳有問題？我話唔使急住諗，祖墳嗰邊我先去你屋企睇下。我去到佢屋企睇咗圈，其他都還好，但打開佢睡房個衣櫃頂層，發現咗3大包舊衫，係佢已故嘅奶奶留低嘅。奶奶生前臥床3年，最後係因為肺病走嘅。我問佢呢啲衫你留咗幾耐？佢話我媽走咗6年啦，我一直留喺度掛住佢嘅時候攞出嚟睇。我同佢講，大姐，你掛住奶奶嘅心意，奶奶喺天有靈，肯定感受到。但掛住還掛住將病氣留喺屋企又係另一回事。你個仔嘅運氣被壓咗咁多年，根源就喺呢度。後來佢跟住我講嘅方法，幫奶奶嘅衫做咗送舊儀式，揀咗個晴天午時，用黃紙包好，恭恭敬敬咁送到回收點，而唔係是但掉入垃圾桶。仲喺心裏面默念咗送別嘅說話。做完之後大約半年，佢個仔終於考到一間事業單位。我講呢個古仔唔係為咗嚇大家，而係想話俾你哋知，有啲嘢留低係念想，有啲嘢留低係禍害，我哋要分得清。咁具體點樣處理？分3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接手人哋嘅舊衫，對方健在唔係重病，呢類影響相對細啲，但依然要注意。攞返屋企之後，一定要用鹽水浸洗一次，粗鹽開水浸半個鐘以上，再正常洗滌鹽。喺玄學入面有淨化嘅作用，可以洗走衫上面吸附嘅他人氣息。洗完喺太陽下面曬足一個午時11點到1點，用陽氣徹底曬透。如果俾孫子孫女着，最好喺細路着之前先過火，將件衫喺點着嘅香燭上面快速繞3個圈，注意安全，寓意去舊立新。第二種情況，自己屋企長期唔用嘅舊被褥、舊毛氈。如果你嘅舊被褥、舊毛氈已經超過5年冇用過，而且堆積喺床下底、櫃頂呢啲死角，唔使猶豫，直接處理，唔好捐。
舊被褥入面積累咗大量嘅皮屑、蟎蟲濕氣，捐俾人，對人都唔負責，唔好送俾人。你自己嘅舊氣送俾人，對人都唔公平。正確做法係揀一個晴天，將舊被褥拆開棉花嗰啲，當垃圾處理，避免被吐。洗乾淨之後可以裁成抹布用。注意要先拆再洗再掉，唔可以成張被就咁掉出去。拆嘅過程象徵破舊棄洗嘅過程，象徵淨殘留。最後掉棄象徵徹底告別。第三種情況，先人留低嘅衣物，呢個係所有情況入面最需要尊重嘅，絕對唔可以是但掉。正確做法分4步。第一步，擇日揀農曆7月以外嘅月份處理，最好係除日或滿日，老黃曆上面有標明，唔好揀破日。第二步，如果係非重病過身嘅親人衣物，可以用鹽水洗淨曬乾之後再處理。如果係重病過身嘅，唔好洗，直接處理，因為病氣已經滲入纖維深處，洗唔甩嘅。第三步，恭敬送別，用黃紙或紅布將衣物包好，放入乾淨嘅紙箱入面。丟棄時，心裏面默念親人安息，衣物歸塵，福澤後人，各安天命。第四步，如果真係唔捨得，可以留低一樣細件嘅唔黐身嘅好保存嘅嘢，例如一條手帕、一條頸巾、一本舊書，呢啲嘢唔黐身，給付嘅人氣少好多。將呢一件保存好，其他嘅送走，念想唔再多在於成。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唔可以將先人嘅衣物直接傳俾下一代着。我知道有啲地方有呢種習俗，覺得老人家嘅衫仲好新俾孫着，唔使嘥我。懇請大家，呢種習俗喺而家呢個時代真係要改一改，舊衣傳宣傳嘅，唔係節儉，係舊氣壓制新氣。你如果要真係為細路好慳得嗰少少買衫錢，遠遠抵唔上細路俾人壓住嘅運氣。聽到呢度，你個腦入面係咪已經開始自動搜索屋企嘅櫃桶、床下底、角落頭？你屋企有冇嗰種放咗超過5年從來冇喐過嘅舊衫、舊被褥？如果你而家就諗好咗，呢個星期我就要處理咗，佢可以喺留言區打2個字送舊。呢2個字打出嚟，佢唔單止係一個評論，呢個係你喺公開場合同自己立下嘅一個承諾，一個同過去嘅舊氣做切割嘅儀式。同時我都想同朋友們講一句，你今日聽得到呢度，證明你已經比大部分人醒得早。好多人屋企堆住呢啲嘢，成世人都唔知問題出喺邊度。好啦，前2樣嘢講完，呢2樣係直接傷財傷人嘅。接落嚟第3樣望落唔起眼，但佢嘅影響係最隱蔽、最容易被忽視嘅。你每日喺佢面前行過，都意識唔到問題喺度。朋友們，我再問問大家，你屋企露台上面係咪有幾盆花買嗰陣時枝葉茂盛，點知種咗幾個月就謝咗黃，咗樹葉甩晒，但個花盆一直冇掉，就咁放喺度？或者你屋企客廳嘅茶几上面電視櫃旁邊係咪擺住一束假花，買咗好幾年啦，鋪滿晒塵，花瓣都褪晒色，但你覺得反正都係假嘅，又唔會死，咪擺喺度咯。仲有更誇張嘅，有啲朋友屋企甚至擺住嗰種乾花枯枝做嘅插花，覺得有藝術感，有禪意。朋友們，我今日將話放喺度枯嘅、假嘅、死嘅植物，全部都係滯氣嘅源頭。尤其係喺農曆7月，呢啲嘢就係你屋企嘅病氣培養皿。點解植物咁緊要？喺5行入面，植物屬木，木主生發、主成長、主活力。一盆生機勃勃嘅綠色植物擺喺屋企，佢可以活化氣場，增加屋企嘅陽氣同生氣。但係一盆枯死咗嘅植物，木氣已經盡咗，佢代表嘅就唔再係生而係死。佢擺喺邊度嘅氣就停滯咗、凝固咗。如果你屋企客廳嘅財位上面擺咗一盆枯死咗嘅花，你嘅財源就係死嘅。如果你屋企睡房放咗一束褪晒色嘅假花，你嘅人際關係同感情就係假嘅、表面嘅、冇生命力嘅。我再講一次，假嘅就係虛嘅。假花再靚，佢都冇生命力，佢唔可以吐納，唔可以生長，唔可以轉化能量，佢就係一個能量嘅死結。喺九運離火局嘅大背景下，明淨同真實係關鍵詞。假花、乾花、枯木呢啲虛而不實嘅嘢，同離火運嘅能量係完全相沖嘅，留得佢哋。
就等於同呢個大時代嘅運勢對着幹。有啲朋友可能會講，我買嘅假花好貴㗎，像真度好高，望落同真嘅一樣。我同大家講句心入面嘅說話，像真度再高，佢都係假嘅。喺磁場學入面，真花同假花嘅分別唔在於望落似唔似，而在於有冇氣嘅流動。真花哪怕係一盆最普通嘅綠蘿，佢都在呼吸在蒸，藤在生長，佢每一秒都喺度同環境交換能量。假花呢，佢永恆不變，永恆靜止。呢種靜止喺視覺上可能令你覺得一直咁靚，但喺能量層面上，佢就係一潭死水。一潭死水旁邊點可能養得出活魚？咁點樣處理？枯死嘅植物連根拔起，花盆入面嘅泥倒走，唔好留泥，已經冇生機。花盆洗乾淨，曬3日太陽，可以重新種過新植物，亦可以收埋，唔用假花乾花，唔好直接掉入垃圾桶，用紅布或紅紙包好先至掉紅色化煞。掉嘅時候心裏面講一句假象歸塵，真實入室。如果你真係好誠意乾花嘅造型唔捨得掉，可以將佢搬去室外空間，例如門口、走廊、花園角落，唔好放喺客廳、睡房、飯廳呢啲主要活動區域。處理完死花假花之後，我推薦3種生命力頑強易種，而且有開運作用嘅植物俾大家。第一種係富貴竹水種嘅，乾淨易打理，擺喺客廳嘅東南方，傳統財位方向，象徵財源好似竹節咁節節上升。第二種係虎皮蘭，呢樣嘢真係嗰種唔死嘅，一個月唔淋水都唔會死。虎皮蘭葉片挺拔，好似劍咁，有化煞作用，適合擺喺屋企嘅5黃位或者2黑位。呢2個係風水入面嘅空位，以金克土，以銳破滯。第3種係綠蘿，最普通但最好用嘅活氣植物。綠蘿生命力旺盛，蔓延生長，象徵生生不息，適合擺喺客廳嘅角落或者電視櫃旁邊，等佢喺視覺上流動起嚟，氣就跟住流動。一句說話總結：屋企要有活物，唔好有死物，活物帶生氣，死物帶滯氣。呢個道理擺喺邊度都通，3樣極凶之物講完。但係喺實際走訪過程中，我仲發現咗一類準極凶嘅嘢，佢唔一定家家都有，但只要出現咗，影響同樣唔細。我將佢列為第4樣俾大家對照自查。朋友們，你屋企有冇嗰種壞咗好耐但一直冇掉嘅舊電器？舊電視、舊風扇、舊收音機、舊電飯煲，壞咗之後俾你塞入雜物房或者露台上面，一放就好幾年。點解呢個都要注意？因為電器屬火，火喺玄學入面代表活力、變動、傳播。一個可以正常通電使用嘅電器，佢內部嘅電流喺度流動，火嘅能量就係活嘅。但一個壞咗唔通電嘅電器，佢嘅火就死咗火，死咗就變成灰，變成盡，變成徹底嘅死氣。而且舊電器內部有電路板、線圈、金屬元件，呢啲嘢喺長期唔通電嘅情況下，會慢慢氧化生鏽，釋放出微量嘅金屬粉塵同電磁殘留。雖然好微弱，但喺玄學層面，呢個就係受氣同滯氣。我嘅建議好簡單，壞咗超過1年冇整嘅電器，直接處理，唔好再留。整得翻嘅就整好繼續用，整唔翻嘅就爽手送走。千祈唔好留住，等有一日揾人整，嗰個一日永遠都唔會嚟。仲有一樣成日被忽視嘅嘢，長時間唔用嘅黑色屏幕、舊手機、舊平板、舊嘅數碼相架，黑屏狀態、關機狀態，放喺抽屜或者架上面。喺玄學入面，鏡面類嘅嘢，包括屏幕本身都有反射同影射嘅作用。一面着咗嘅屏幕，佢反射嘅係動態嘅光，而一面全黑嘅屏幕，佢反射嘅係暗同空。你如果長時間將黑屏嘅舊設備放喺睡房或者書房，佢就好似一個微型黑洞。喺能量層面上吸收周圍嘅注意力、精力，甚至睡眠質素。處理方法好簡單，一係充翻電等佢着翻，當個時鐘或者電子雙架用；一係直接用布蓋住個屏幕；一係就爽手回收處理，唔好等佢睜住一隻黑眼睛盯住你間房。好啦，所有要清嘅嘢講完，接落嚟呢部分先至係真正有價值嘅內容。嘢清理完之後，我哋點樣做靜屋，等屋企嘅氣場從陰滯轉為陽清？呢步唔做嘅話，你嘢掉咗空間空咗出嚟，
但氣仲未轉過嚟，就好似你打掃完間房，但冇開窗通風，塵埃係冇咗，但空氣仲係悶嘅靜屋。第一步，粗鹽靜屋法，呢個方法我以前都提過，好多朋友試完同我講真係有用，屋企明顯感覺清爽咗。今日我再詳細講一次操作細節。準備材料好簡單，普通粗鹽就得超市賣嗰種醃菜用嘅粗鹽，唔使咩特別嘅鹽。再準備幾個乾淨嘅細碗或碟。操作步驟係咁嘅，喺每個房間嘅4個角落各放一細碟粗鹽。細房可以只放對角2碟，客廳同睡房嘅門口內側額外放多1碟鹽。放好之後靜置48個鐘，即係2日2夜。48個鐘之後將鹽收走，直接沖入馬桶倒走，唔好倒喺屋企垃圾桶馬桶，去水位係最快嘅排出通道。鹽喺玄學同好多傳統文化入面都有吸收雜氣、淨化環境嘅作用。佢可以好似海綿咁，將你清理舊物之後殘留嘅滯氣餘味吸走。農曆7月做靜屋，最好揀喺午時，即係11點到1點擺放，呢個時辰陽氣最足，鹽嘅吸收效果最好。靜屋第2步，陽光通風法。我成日講一句說話，太陽係最好嘅風水師，風係唔使錢嘅開運符。如果你屋企採光唔好，通風唔夠，你做幾多玄學操作，效果都要打折扣。具體操作好簡單，揀一個大晴天，8月份晴天好多，將屋企所有窗戶打開，等穿堂風從呢頭吹到嗰頭，起碼半個鐘以上，風可以帶走滯氣，帶嚟新氣，然後將被褥枕頭攬枕全部攞去露台或者花園暴曬一個下晝。紫外線係最好嘅殺菌除滯工具，呢度特別提醒大家，農曆7月陰氣重，但正午嘅太陽依然係陽氣最強嘅。唔好因為鬼月就成日拉埋窗簾唔開窗，咁反而會令陰氣喺屋企入面聚集，日頭大膽開窗曬鼻，夜晚正常休息，就係靜屋第3步財位重聚法。前2步係清清走舊嘅污糟嘅滯嘅氣，呢一步係補上新嘅旺嘅活嘅氣。8月即係農曆7月，正財位喺邊個方向？2026年丙午年88左輔星飛臨西北方。呢個方位就係今年全年嘅正財位。將屋企嘅西北方區域執乾淨，保持通透，可以放一盞長着嘅細暖燈，或者放一個金屬質感嘅擺設，例如銅葫蘆、銅錢串。火氣旺嘅年份，用土嚟泄火生金，陶瓷類嘅嘢都可以放喺西北方，可以起到化煞為財嘅作用。另外，屋企嘅正南方，今年9紫吉星飛臨嘅地方，可以放一盆紅色嘅花，或者一盞紅色燈罩嘅燈。9紫星代表喜事姻緣人緣，今年火氣本身就旺，用紅色助旺一下，可以催動喜事臨門。一個好簡單嘅做法，西北方放一個陶瓷錢罌，正南方放一盤紅掌或者粉掌，2個動作加埋用唔到幾多錢，做完個心踏實。講到呢度，可能有些朋友心裏面仲係嗰度疑惑，你講嘅呢啲到底係真定假？有冇科學根據？我同大家講句老實話，玄學同科學從來都唔係對立嘅。古人觀察到嘅好多現象，現代科學只係換咗一種講法嚟解釋。從心理學角度解釋舊物留滯嘅問題，心理學入面有一個概念叫注意力殘留。咩意思呢？你見到一件舊物，個腦就會不自主咁諗起同佢相關嘅人同事，諗起已故嘅親人，諗起過去嘅日子，諗起未完成嘅心願，你嘅注意力被拉翻去過去啦。而一個人如果長期被注意力殘留佔據，就冇足夠嘅心理能量去面對而家同未來。呢個反映喺現實生活入面，就係做嘢冇晒心機，提唔起精神，成日覺得攰。呢個唔就係玄學入面講嘅滯氣同衰氣咩？講法唔同，本質一樣。從環境學角度解釋，舊衫舊被褥嘅危害，舊衣物舊被褥長期堆積喺床下底櫃頂，喺環境學上就係塵蟎霉菌致敏源嘅天然溫床。呢啲嘢釋放出嚟嘅微生物代謝物會隨住空氣流動走入你嘅呼吸系統，長遠落嚟會影響睡眠質素，降低免疫力，甚至引發慢性咳嗽同鼻敏感。你睇，影響睡眠，影響健康，呢個喺玄學入面對應嘅咪就係亞子孫運同招病氣咯。
斷捨離呢個概念呢幾年好紅，但好多人理解錯咗。斷捨離唔係叫你掉嘢上癮，唔係越少越好，更加唔係唔俾留舊嘢。斷捨離嘅真正核心係令身邊嘅每一件物品都同當下嘅你匹配一件舊衫。如果你而家仲着，仲從意，仲啱身，留低冇問題。但如果你留低，佢只係因為唔捨得掉，有一日可能用得着，掉咗好折墮，咁佢同當下嘅你已經唔匹配啦。唔匹配嘅嘢留喺身邊，你就不斷咁提醒自己，我活喺過去啦。活喺過去嘅人點樣過好，而家過唔好，而家嘅人邊度嚟嘅未來？所以我同大家講嘅所有掉嘢，本質唔係話舊嘢唔好，而係話讓過去嘅歸過去，讓現在嘅歸現在，讓未來嘅有機會嚟。呢個就係我今日最想傳遞俾大家嘅一句說話。好，今日嘅內容信息量比較大，我幫大家快速回顧一下。重點8月點解特殊丙午連加農曆7月癸月加九運離火，開局3重磁場疊加，係近10年入面氣場洗牌最劇烈嘅月份。屋企留低嘅舊物、破物、死物，最容易喺呢個月借陰氣放大負能量。3樣極凶之物，第一樣係破損崩角嘅碗碟器具，破壞財富同食祿崩角，即係漏財。第二樣係利歷不明嘅舊衣物、遺物，長期唔用嘅舊被褥，克負他人，舊氣同病氣，壓制子孫健康同運勢。呢個係最大嘅一顆炸彈，家家都有，90%人冇意識到。第三樣係枯死嘅植物，假花乾花，死氣沉沉，阻擋生機，同九運離火嘅明淨能量完全對沖。補充第四樣，長久唔通電嘅破舊電器同黑屏鏡面，火氣已死。暗藏滯氣，靜屋3步法：粗鹽吸附、陽光通風、財位重聚、清通寶。3步做完屋企嘅氣場，煥然一新。核心心法斷捨離嘅本質唔係掉嘢，而係令當下嘅你同當下嘅環境重新匹配。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呢個唔係一句俗話，係能量守恒嘅規律。最後我同大家講幾句心入面嘅說話。屋企係我哋每一個人累積福報同財氣嘅地方，及時清理走嗰啲唔再服務於你嘅舊氣場，新嘅好運先至有位入嚟。8月癸月重點在於平平安安順利過關。我哋唔求大富大貴，但求一家大細健健康康順順利利，呢個就已經係天大嘅福氣啦。覺得今日內容幫到你嘅朋友，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除舊迎新。呢4個字係你對自己嘅一次心理暗示。我準備好啦，我要同過去講再見啦，亦係對你全家嘅一個祈福。舊氣走遠，新運進門。我喺留言區等你哋嘅除舊迎新。每一個打出呢4個字嘅朋友，我都真心祝福你同你嘅朋友8月平安順遂，往後財路通達，子孫前程似錦。唔好唔記得點個關注，我哋之間就建立咗一個長期嘅連結。以後每一個節氣，每一次磁場轉換，我都會準時提你。我哋下期見。